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我现在要邀请大家从位置上站立，我们要一起以这首歌《不动摇的信心》来敬拜。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来宣告，凡事靠主都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着我主，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们从头再来一次。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着我主，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退缩也不害怕，退缩也不动摇也不改，不放弃，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主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是的，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不沉落，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信心，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
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赞美，只要我们祈求，神就必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子民。前蒙恩，求你将道路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敬畏你，在你眼前蒙恩。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产业。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着我们，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行，让脸光照，在你眼前蒙恩。在你凝神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成去爱，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在飞起
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在你的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是的，主耶稣，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清醒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耶稣的爱让破碎的生命再一次的完整起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耶稣医治的爱，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更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飞越每一个。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谢谢耶稣，因为你的爱医治我们破碎的心，被伤害的心。谢谢耶稣，因为你的爱抚平了我们内心的伤痛，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劳苦有重担，那主耶稣你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你对阮呼召，讲阮会当亲近你，你嘛应允有这款的安息伫你的面前。愿主你来施阮祝福，透过阮今仔日的学乐敬拜，阮邀请你伫这个所在来掌管。透过阮伫这学乐恳求、祈祷、感谢，你就将迄个出人意外平安赏赐予阮。也阮会通透过兄弟姊妹的嘴来见证上帝你奇妙作为，我一心谦卑领受你的话，会通伫这中间来得到你的气力，定心搁再徛起。愿主你是阮所分别下面的时间，甲阮三弟弟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平安。咱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吼，在撒母耳记上本里上卷24章第1节到12节我们要一起用华语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起来。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来操成外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顾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常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你，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敬畏上主那敬畏上主，如果你透过圣经里面你 Google 敬畏，那敬畏就有好多的这一些的经文会出来。比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神会看顾他的性命脱离死亡。那我们最常记的就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得智慧那得智慧就可以让你学习怎么去应对你目前的各样的境况那敬畏耶和华的人，神会指引他的道路；敬畏耶和华的人神怎样，无论大小，主必赐福。所以，如果你在圣经如果有电子圣经你可以 Google 敬畏，就好多这一些的会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大卫他有没有敬畏上帝？他敬畏上帝所以他尊重上帝所膏立的人。扫罗虽然他越来越不好，虽然他心里嫉妒，虽然他因为一首歌，因为几句话大卫扫罗杀敌怎样千大卫嘞杀万，就因为这样心起膜拜，对吧？那开始有这样的嫉妒，有这样的仇恨，甚至追杀。最近的这个经文我们都看到什么？今天是看到第一次大卫有机会会当安怎太扫罗
就趁着他真的在释放的时候真的心无旁骛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说我敬畏上帝，我尊重上帝，所以他能够什么听凭主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敬畏神神就保护我们。即使是扫罗他派了多少人，你抓一个大兵派多少人？3000，可能他有一些的跟随者刚开始后来有可能400，后来增加到600，所以他不得不要派这个精兵。他也见识到大卫他在歌利亚的面前如何英勇善战要一颗石头就使歌利亚倒下那这是我们这个礼拜所分享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当你敬畏上帝上帝会保护你，然后呢，你会尊重神的安排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他被膏立了一个是现在的王，一个是隐藏的王，对不对？但是上帝透过这些的旷野的历练我记得我隐基底我去过几次了现在人去是怎么样？我们去是怎样？观光去那边那个有一个绿洲，然后有瀑布，很多孩子在那边玩水但是大卫他是逃命的他是逃命，所以旁边有一些的山洞有一些山洞他熟悉上帝透过旷野，透过这样在历练他，所以他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旷野的向导游但是上帝透过在那个旷野的历练当中，如果你去以色列，你才知道什么叫旷野，一望无际，没有什么草。所以在我们在这几天的经文里面迦南之声的经文里面未来会看到他在透过一些的旷野，好几个旷野，他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他学习用信心来相信上帝，透过撒母耳来膏抹他，有他的时候，所以他不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杀扫罗，提早来成为王。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今天的经文，包括他怎么样对拿巴，包括后来有机会再怎样再有这样机会，第二次杀什么扫罗，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他学习忍耐，他学习放下，他学习尊重上帝，他学习信靠上帝的时间。所以大概经过好几年之后我们往下看，我们才知道原来经过那么大段的时间，那么大的时间的操练，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好的王。所以在这边我们学习在信心之旅的过程当中神在可能苦难当中怎么样操练我们。每一次的苦难来临的时候，有的人会甲吃苦动作上吃补，但有的就开始怀疑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所以不一样的心境。那大卫他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怕赢，但还要成为一个跑路者，对不对？所以难免有时候内在的心情会有一些的不甘愿但是神透过旷野，透过一些历练操练，他也差点出手去灭了喇叭的家。但是后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从我们今天看的，然后今天迦南之声，然后明天的后来，我们看到他真的忍住学习忍耐，不然一出手，亚比该告诉他说：“你要拿这王，你就后悔如果明天的经文如果你下手，你灭了拿巴大大小小拿呢你以后怎样？你会后悔所以因为一个智慧的妇女来提醒大卫，他忍下来，
不会作气的，你恩将仇报嘛，无在我过去帮助你们，啊，现在你讲我安怎，讲我背叛，讲我好像背叛的仆人。所以在信心当中，我们能不能学习忍耐？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最后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从这一次，从赦免就是拿巴，然后上帝自有公断，上帝自己也出手了，唔免你自己。然后到过来呢，在第二次有机会这个扫罗一直追杀他当然有第二次机会杀扫罗，但是呢，他还是忍住，就是因为敬畏，所以上帝给他有智慧，不会因为自己被追杀，我把你杀掉就好了，我就不用过着逃亡的日子，我干嘛那么辛苦？但是他选择生的时候，选择敬畏上帝，因为扫罗是上帝所高立的，所以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我们能够选择饶恕，胜过可能逼迫你、伤害你过的人，你还可以为他祷告？大卫真是不得了，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如果回应我不是要害你啊，所以他在诉说他内在的心境，他的情绪。有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同理、去理解？明天的经文我们就迦南之声经文就看到，有智慧人会去同理到那些受伤心灵的而且因为这样智慧化解了一场的纷争。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人，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化解我们所有的面对的一些的挑战跟纷争，而不会让那个怒气那怒气来遮蔽了我们的心。今天如果大卫选择让怒气来遮蔽他的心，那不得了了，后面的发展不知道会怎样，我们不晓得。但是他相信声音在于上帝，听凭主怒，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看顾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也透过这段的经文，短短的我们要诉说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去面对的挑战，但是因为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才能够提醒我们、督责我们，可能借着别人的智慧的言语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不要骄傲自大，好叫我们更谦卑来降服在神你的带领。我们相信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就像今天的经文，在败坏之前必有骄傲。大卫他敬畏你，所以他存谦卑的心来面对要追杀他的扫罗，他依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回应，因为他尊重神。愿神来帮助我们，主上帝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能够敬畏你，尊主为大。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平安，真欢喜过来到见证的时间。希伯来书2章4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首先，我们来看那个明宏长老的见证式录影。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第9区13组陈明宏。也会记哩游牧师讲道的时阵，我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做见证，也是传福音的一种。今仔日我要来做见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做的见证是《痛风历险记》。我下面开始讲国语了哈。
因为孩子跟素娟长期住在美国，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一个人在台湾，所谓的独居老人哈。那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外食饮食不正常，所以有三高的问题。这就应验了尤牧师的名言，他说：50岁以前，我们糟蹋自己的身体；50岁以后，我们被我们的身体糟蹋。为了这样，我也很认真的在运动，即使是出差在外，我也会找时间走路、慢跑，所以身体还算健康、平安无事。但是上个月的7月10号早上起床，发现右脚的脚掌肿得像面包一样，不能动，一动就痛。这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上帝的一段话就进入我的耳中，那是前一阵子我读的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接下来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救我！我是有罪的人，我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没有尽心尽力来爱你，来传福音。愿你借着这次的病痛，刺痛我，提醒我，教导我，让我能够平安的到达医院诊断治疗。荣耀你的名，阿们。”我祷告完，休息5分钟，脚就不痛了，很神奇。我就到了1楼，叫计程车到汉群骨科诊所，医生一看说痛风，打1针就好，我就打针吃药，3天以后就好了，到现在都很正常，感谢主。所以最后我要用一段我自己很喜爱的圣经节来结束我的见证，是罗马书第5章第3节到第5节。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的见证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愿上帝祝福你们，谢谢。感谢主，伊伫民风长老的痛风，所以即马真好势，即2礼拜伫法国咧游览嘿，接续要请红花姐妹，可能是1-2个月以前，我伫周报看到红花姐妹有一笔奉献，我就问伊讲是毋是上帝有赏赐伊啥物好康的，伊要来见证，伊就真欢喜讲好。感谢主，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仔日所要讲的，就是讲上帝赏赐予我的恩惠，来讲分大家分享。咱所服侍的上帝，真正是听咱祈祷的上帝。我下港有一个土地真偏僻的所在，鸟不生蛋的地方，有人问讲，你要卖无？我讲卖啦，卖啦，安尼啦。你要开价开偌济？我讲，煞你一句话，我讲安尼啦，我摕3万啦，我不含增值税啦，什么费用我拢无爱纳，我干那要摕4个安尼。人隔壁庄甲咱甲你的隔壁人咧卖1,000,000，佫爱纳税，你要共卖3万？这安怎讲啦？我就点啦。我讲，你若欢喜得来，
啊无欢喜就拉倒，啊我就伊既然话讲出去啊，啊那介绍差人啊，这人爱纳税，我要摕实的，啊我就甲上帝讲啦，我讲主啊，伫人袂会你会，啊你帮忙我即件事，啊今日将这个代志安尼交托互你甲我处理，我相信你，我靠你，我每天就这样祷告，逐日都甲上帝讨就对啦，安尼硬买就对啦，啊他差不多经过2个月，哇，有人要买啊啦，约见面啦，约见面你那地上物，那树啊比厝较悬啊呢。啊，搁安尼，我搁爱安怎？我讲阿萨哩一句话，我40万甲你处理地上物啦，啊，你看你安怎啦？买就来啦，啊，毋着刣安尼啦，啊，就答应好呢。啊，好就迄树啊比厝较悬就对了。啊，整理你的，咱就叫来量安尼路拢迄个地用平，啊，就叫来量，啊，就照迄个悬钟讲。你有几平安尼，啊，着量，哇！等即声代志大条啊！量落的时阵，边仔起厝的人，逐个都甲我贪啦，即个贪一地，迄个贪一地啦。啊，当要安怎？我着逐个共拜托，我讲你你这有贪着我的所在，啊，拜托你还我安尼。啊，恁要量的时阵，量了阮较来，阮也毋知影安怎量啊，对毋对？我讲这公所叫出来伊也袂为你，啊嘛袂为我啦啊，伊这其中嘛有一个公正的，有一个公正人出来做公正，毋是干那出来量。安尼呢，咱两个都爱迄款安尼相信迄个公正的迄个就对啦。我要搁叫来量，阮去的阮拢有订起啦，阮叫阮的起啦落去处理啦我讲好，啊你无你搁申请来测量，啊我等你几下个啦，3个啦，会济拢安尼提东提西就好啦。我着搁祈祷啊，我着搁甲上帝讲，主啊，除非你去感动因的心啦互因有柔软的心，讲会当安尼要拆行我，啊若无实在是无人有法的啊。啊，我着甲囡仔讲，可能爱写纯净信函，搞不好爱高法院才要行咱安尼啦。啥拖落代志大条，要规年都拖去啊！我着甲囡仔讲，我来找来写纯净信函安尼啦。搁过一段时间，我想讲，无搁来甲拜托一遍安尼啦。啊，我着甲伊搁甲拜托。感谢主。拢总听向我，伫即段时间安尼，上帝感动因的心啦。啊，无2、3个，一人甲我贪一地啊，有诶墙啊是围甲足悬的安尼啦。所以牧师定一句话讲，心事啥人知，讲啊上帝知，上帝就甲咱排解。啊，感谢主，我今仔日有即个机会，在遮讲这上帝听我。跟大家分享，多谢大家，谢谢，祝大家平安。红花姐要一件喜事，伊无分享，就是伊已经做祖啊，少年阿祖。对，做阿祖，好，感谢赞美主，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做阿祖啊这个介绍人就是这个牧师，你较早伫新庄教会对不啦？啊，普伦大学的学生是毋是青年拢伫遐聚会？啊，我这个孙就读景美女中的时阵，我就一直祈祷。讲来讲去，家己的生了都袂歹看，今日会外狗去就对啦。我就甲主啊讲，主啊，我这个查某孙，你就甲我找一个主内兄弟姊妹，毋通去互世俗的带去，世俗的带去就会离开主耶稣哩。啊，真正
伫新庄的迄个教会吼，伊也嘛读普伦大学，啊认识那个学长就对啦，讲牧师甲介绍的啦。好，啊带倒来看，讲好，这好，吼，伫厝内啊，佫生了袂歹，花莲人就对啦。啊，阮查某孙是伫个马街咧做护理师啦，伊大学毕业去马街考试得入。啊，真正上帝嘛听我的讨呢，啊嘛介绍安尼。厝内的兄弟安尼，啊，最后生一个婴仔，差不多7个月啊，安尼啦吼，初4，9月初4要，即个婴仔要洗礼啊，啊叫阿祖着爱去甲参礼啦，甲恭喜啦，我讲好啦，阿祖啊准备一个红包就对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使我们的家庭蒙福，转面盆、锅碗瓢盆都蒙福，使我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都蒙福，使这地成为喜乐之地，使每位弟兄姐妹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丰尧弟兄来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题目就是说我中年转业的时候那个的信仰之旅那我本身就是感谢上帝我就是那个两年前我从那个巴德市的那个大成国小退休那在我这个职场上，我总共有2个工作，2个职业，一个就在台湾银行工作，前20年，然后后面的那个18年半都在那个教育界。那我很幸运的就是我能够这个中年转业对我来讲我深深的感受到、领受到从上帝来的跟主耶稣那边来的眷顾，以及我领受到上帝会听伊的儿女，一直拢在听儿女的祈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本身是有工程背景的，那本来在银行工作，在民国大概90年左右，我们的银行就开放民营了。那它就是朝一个商业银行的模式我那时候学工程的，我本来就做工业征信。那我如果要在银行再继续待下去，我有2个选择嘛，一个就是要不要就是我就从基本的存换会那边就开始在学习，那不然的话就是我就转业，就想说是不是有办法再转业。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本来想要就自卫看有没有办法出国念书，但是因为我们银行没有留职停薪这个制度，所以这条路我就走不通。那考公会留考我又没有通过，那就在这样我那个结婚以后我现在太太说她要考那个教育学问班，那我也就跟着去考结果我就考过了感谢上帝，我就考过考过了我就受训1年，受训1年以后我就拿到证照，那后来就又念了半工半读，念了3年的研究所然后就完了以后毕业了以后，那时候就是省属行库就开始民营化，那时候我感觉说那我就决定也要离开银行的准备，就开始要去找老师。但因为我是旧的制度，那我就可以到那个偏远地区的小学去担任老师的工作，所以我就开始暑假一到要甄试老师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找。但是因为我没有教学的经验，加上就是偏乡的老师又很少，就是他要么就是1个或是2个名额，但是应征的就是10个、10几个、20几个，甚至30几个，所以我找了3年都找不到。那很幸运的就是我大概在就是公元2000年那一年的时候，我到南投去考，我考到偏乡，他录取我了，那个南投地区的偏远地区老师。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太太的健康因素，我又没办法去。那没办法去，我没办法去。这时候我的心情就是真的是荡到谷底。因为看讲人跟他好像在旷野中你找不到路，
那时候，我就秉持的就是说我还是继续祷告啊，吼。那我老师一个指导教授就给我讲说啊，上帝吼，上帝哦，啊，你们为你关了一扇窗，他一定会在为你打开哦另一扇窗。啊，我就听了这个信念说，讲说祈求上帝吼能够吼啊替我在能够希望能够上帝吼能够在旷野中吼啊为我开道路啊，能够开道路。啊，结果隔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42岁了。我去甄试的时候，感谢上帝，我就基督国小就录取我，录取我了以后，我就在那边担任老师啊，因为我要换这个42岁吼，真的要那时候能够转业吼，就一般来讲吼，你们认为简单还不简单？真的要找老师真的是很少。我担任教师18年半的工作里面，我有认识大概这样的 case 只有大概4个这样，所以我在人来讲认为说这是很难的，但是在上帝来讲，这是都是可能的，哦。然后呢，你信经也信用，譬如这样说，上帝说 I'm possible， 就是 I'm possible， 就是我可能的，这种可能的，哦。啊，在那个在我的职场里面，我的校长有一个校长又跟我讲说，你那人家你好大，你到银行20年，啊你刚来到一个你完全不熟悉的一个教育工作场合，哦，他就一共你要叫你好大，其实不是我大胆，是因为我是来自于上帝的信心。我信仰上上帝给我的信心，为什么？我是把我要中年转业吼，当作是我个人的出埃及记啊！上帝叫摩西吼，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入去旷野啊，经过40年才过入去迦南地啊！如果我这个转业是符合上帝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相信上帝嘛会把我从银行界很平安的带入到教育界啊，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吼进入了教育界啊。我不是我胆子大，是我来自对上帝的信心，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在教育界以后，我就开始赶快去参加研习啊，因为我去参加研习然后就是去增强，因为我都以前没有教过书嘛，我就这样会比较快就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啊。我就利用刚好也很奇特啊，在2003年到2007年的时候有一些那个有那个海外暑期进修啊，我就跑到国外去，那个暑假就跑到国外去进修啊。在那个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暑假啊，我就刚好就是搭车要去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那边去玩。刚好那个车子就经过了一个路牌，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往有一个城市叫做曼哈顿的时候在行。啊，我就看到迄字，我就感觉讲，原来这个曼哈顿就在这。大概1990年的时候，我就接无遐附近的纽约州立大学曼哈顿分校，互我迄个I团体，I团体讲要去。人家留学，但是因为阮公司没有那个留职停薪嘛，制度，所以我无落去。但是在迄个当下的时候，我很奇特，我有一个很奇特的感应，让我整个人就说出了说，上帝拢一直有在听我的祈祷。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奇特的感应，就是说，好像他问我说。你即摆在倒位？在美国啊。讲，你在创啥？我在读册啊。我在想讲，我1999年的时候，我没办法带这个学校来，但因为那时候一直跟上帝祷告，我说我这样没办法出去这种事情。但是我感觉讲，原来2006年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上帝就给我回应了。我是不是在美国念书？是不是在美国念书？上帝有在听我以前的祈祷，有没有？有，只是15年以后，我才能感受到，我个人才感受到讲，
这上帝拢一直在听我的祈祷，所以我较为那他开始回忆说：哦，我一辈子刚开始我找这个职业，我的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经，就是那吼，永成应该会记的，就是讲有一边龟组篮球队有去咱楼下跟咱拍篮球友谊赛，有上咱每一个人每一本圣经嘛，我就从那本圣经里面开始会看圣经、学祷告。我嘛为了我第一项工作祈祷，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我的人生不管是求学或是我的工作，其实都是上帝都有聆听我的祷告。我是有刚定的，我是很奇妙说为什么会有那种奇特的感觉，那个奇特的感应啊！我嘛无落去解释，因为我神学素养不够好，但是这个感应也曾经救我脱离危难。为什么？在5年前迄阵啊，有一摆我都做礼拜做煞，开车要登去阮三峡。你若阮在三峡要去在八德交流道不是从2号路就上去那个交流道上去2号路，然后再转下去那个3号路。在那时候，我就讲，我不晓得，我觉得我的身体也可以啊，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的身体状况还是怎样。我上高速公路上去了以后，结果不晓得为什么，我就眼睛就闭起来了，然后就进入了睡眠状态。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的精神状态，但是我在那种状态的时候，有一个感应就跟我讲。你就要来开车你目睭闭起来，你紧来把目睭拍开。我迄阵啊都拼死拼活但是真的很难打开。但是我真拼死拼活，把目睭拍开啊！叫我拍开迄阵啊，我的车伫咧3号路上，所以我就感谢上帝。若无迄个奇特的感应我唔知就我的结果是安怎。所以我在想说，上帝确实拢时时的照顾伊的他的那个儿女所以迄个大卫有讲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看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就已经上达了我这个困苦的人的呼求，耶和华必垂听，救我脱离一些的患难就关为这些圣经上的经典，有时候可能咱平常在看的时候，我可能没那么深切体会，但是你也经过人生的过程里面，你有经过这个奋斗过程或走过这个历程的时候，你有觉得这上帝话开始会说很宝贵的话，God's word is wonderful word 这样，我也体会是安尼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我的信仰来自就是信仰分享，谢谢大家。感谢主，因为我跟那个风瑶老师说不可以超过9点，然后他就拼命删，就还有时间。好，感谢主。我们若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我们接下来看13组那个张伟轩医师的录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张伟轩医师。我目前是在第13小组路加小组聚会，很荣幸能够在祷告会当中为我们荣耀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圣灵能够让我的见证成为众弟兄姊妹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今天要做见证，是 RPG 祷告在我家中发生的见证。
知道 RPG 祷告，在约2年前在 Good TV 上面看见，有一位从美国来的杨道诺牧师，因着3年前本地牧者的邀约来到台湾，借着圣经使徒们在马可楼上，他称为 Upper Room 的祷告，领受圣灵的大能，教导众牧者如何本着主导文的架构来建立祷告小组。我们台湾称作为 RPG， 全文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就是复兴祷告小组。当时我深深的被这个事情所感动，虽然自己已经建立每天单独早晨与主祷告，以及每周的固定的礼拜3的禁食祷告，这是因为我妻子离癌之后，我就开始这样子的禁食祷告，也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及主日当中祷告，这些习惯我已经建立。但是我听到这样子的 RPG 祷告之后，灵里面却感受到以往祷告仍有不满足的地方，所以我开始有在路加小组的赖中有 po 上自己对 RPG 来的感动。后来疫情开始升温，许许多多的教会的聚会、实体的聚会都被取消。我们迦南教会也开始推行 RPG 的祷告。如今全台湾不分华语的教会、台语的教会都有 RPG 祷告小组，让我深深感受到，这真是奇妙的神所做成的，在他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在1年前，我卸下执事的身份，被差派成为灵命更新事工的负责同工。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我自己神学或灵性的祷告书籍也没有读多少，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在读经、在祷告中寻求神、看见神的心意的第一代基督徒。但是要接下这个事工之前，有忐忑不安，但圣灵感动我，主耶稣基督如此的爱我，赐福在我这生命当中，给我许多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在想，我能够为主做什么？虽然我自觉能力不够，但是感谢主，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所以我就勇敢的接下这样的职分，其他的我就交给神。神奇的是，与我一起卸任的贾伟克执事，他之前是灵命事工的负责人，他卸下职分之后，神居然也感动他要继续与我一起同工，为着我们的迦南教会的祷告会来一同为神的国度来尽心。在我们一次恳谈分享自己彼此生命中软弱的谈话之后，我们开始了2021年在12月8号周3的每周1次的 RPG 祷告。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进行，但是就是凭着感动，凭着我在 Good TV 上面所学到的，从不熟练30分钟到现在，有时候1小时，还常常在祷告中欲罢不能。主啊，这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真的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和伟克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成长、工作、兴趣，甚至信仰成长的背景，但神奇妙的引领我们建立起这样的 RPG 祷告祭坛。在这1年的祷告祭坛当中，我们彼此都在个人的职场、家庭、灵命当中得着丰盛的祝福。神让我们常常有合一的看见，常常看见他的心意，也应允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祷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胜枚举。我就举几件我印象中深刻的事情。在去年底12月24号圣诞节前夕，因为我妻子在乳癌治疗后必须定期追踪，在一次的追踪的 X 光检查报告当中，发现在她的右上肺有一个钙化的阴影。当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担忧，因为在医学上有这样钙化的阴影，又在治疗过后很有可能是复发的迹象，而且复发已经转移到肺，是非常的严重。虽然如此，
我们虽然担忧，但是圣灵却帮着我们在 RPG 彼此的祷告当中，神给我的意念却是全然的平安。感谢神，他是一个赐平安人意念的神。之后我们必须做电脑断层检查来确定。在这1周之后，在看报告的时候，我妻子家珍的主治医师，也是我同学王文科主任，他在看报告的时候，他露出疑惑的眼神，因为他左看右看，居然完全看不到钙化的阴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第二个见证是我们家每周1次的家庭祭坛，我们会分享感恩，有需要悔改认错及需要彼此代祷的事项。原本我的孩子们，因为他们都大了，有的是大学6年级，有的是大学2年级，他们常不愿意说出内心很软弱的那一面。但是我跟伟哥在 RPG 祷告的时候，常常为着孩子们的灵命祷告。在后来的家庭祭坛当中，我的孩子们竟然有些在态度当中变成顺服，变成柔和，很愿意分享内心挣扎软弱的那一面。有的也可以分享他想要追求他梦想的那一面，有的则是会开始原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后来却能够因为释放压力而流出眼泪。赞美神，他是我们家所有的，都是我们人心所想不到，人也看不见的。最后，我要用圣经上的话语来鼓励各位弟兄姊妹。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2人，便能抵挡他。3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在传道书第4章第12节。仇敌怕的是我们属神儿女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经济上，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夫妻关系中、身体的健康当中，我们的人生的梦想计划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愁烦的事吗？我们起来祷告吧。我们勇敢的建立起 RPG 的祷告祭坛，勇敢的向那属灵的恶者征战，让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得胜。感谢赞美神。感谢主哈，咱看到真侪人伫无同款的年纪、无同款的工作、无同款的经历当中，拢来经历上帝的祝福。哦，要领受这祝福真简单，就是我们起来祷告吧。好，咱做伙来祈祷，咱来为着教会的事工，咱来祈祷。咱先来读以弗所书3章20节，预备来。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给你按。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为着信徒灵命的更新，能够稳定的来单独会主，也为着各的牧区的小组的牧养，在下半年度，也为着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为着我们的新的会堂宣教中心装潢工程的顺利来祷告，因为现在在收尾，我们也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领受了可以有一个新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国中的社团分享。我们求神帮助在这同工在这当中，大有能力，大有恩典，也祝福领袖列车还有我们57周年的庆典献堂都能够顺利，也为着9月份报名受洗他们的兄姐他们的信心，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吧，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献上这个代求的祷告，领受祝福。谢谢主，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领受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祷告的祝福是大的。主，让我们知道可以来祷告是好的，是棒的，是美好的。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帮助我们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迦南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做盐做光的教会，成为那社会当中社区当中的帮助。祝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的所有的事，信徒灵命的更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单独会主，从单独会主当中与神你相遇。祝福我们在各牧区的小组牧养，我们能够用同心合一的这样的精神，我们来建立基督的教会，帮助我们。也祝福，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会堂，33号，主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个会堂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宣教中心，来宣扬你的名在社区当中，也帮助我们在新的学习开始，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进入学校当中去分享服事，求神祝福在这当中的每一个同工，也带领我们在领袖列车57周年的献堂上面，主让我们都能够顺利，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荣神益人的这样的服事。也祝福9月份将要来报名受洗的兄姐，他们的信心被充满。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被神你大大的带领，被神你大大的祝福，经历了57年。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身上领受了许许多多，但我们要先向在你的面前向你来认我们的错，把我们所做在过去当中，我们自私，我们没有以神的国度为念，我们常常以自己的心思意念为主，让我们求神你来原谅我们，原谅我们自以为中心，岂知我们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主，我们自以为我们是跟随神，岂不知我们已经落入那魔鬼撒旦为我们设下的陷阱。主，凡我们所不够警醒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我们没有以主为大的，都求神你来赦免我们，也求神来刚强壮胆我们。在迦南教会，我们从我们的牧长，从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全职同工，我们所有的会友，让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祷告，让我们都愿意起来服侍，让我们都愿意起来跟随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成为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成为那荣神益的人了。求主也来祝福我们教会所要做的所有的事工，无论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些跟自己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在成人牧区、儿童牧区、青年牧区，我们每一个区长、小组长，我们的牧养的事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让神的身体在这边能够成为社区当中大大的帮助，成为社区的避难所，成为社区的安慰。就也求神你来祝福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中华路33号的宣教中心，让我们不以我们的硬体为骄傲，反而我们是应该要更多的意念，我们要更多的想法，我们要为神来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为神来做更多的心事，来为神在这个社区当中成为这个社区的帮助，成为桃园地区福音的一个宣扬的中心。也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的学期，我们领受新的祝福，要到国中社团里面去分享服事。求神你来大大祝福每一个在这当中的每一个同工，让他们走进去校园当中，走进去社团当中，去接触他们，去让他们能够成为这些孩子们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一个引介。也求神祝福我们在进行当中的领袖列车，还有57周年我们所要做的庆堂跟献堂庆典跟献堂，也都有神你的祝福跟你的带领。
我们也为着9月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引领跟祝福，他们报名愿意受洗，成为神你的儿女的这些弟兄姐妹，求神你继续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按着这样的信心去领受更多的祝福。主，我们将教会所要做的事工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孩子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年长者他们的信仰生活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先来读箴言22章第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让我们为着教会的事工，为着社区的年长者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来祷告，也为教会的这些年长者他们能够有尊荣丰盛的生命来见证主恩，领受异梦，他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也祝福我们的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机能都有好的保养跟医疗，他们的退休生活的安排跟安养也都有神的带领。让我们一起开口为着我们的教会的这些年长者，我们一起来献上祝福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说以法为神，你的冠冕。主，我们在这边，我们要为着这些我们的教会的这些的长辈来祷告。主，他们在他们的他们的生活当中，主，他们现在哈利路亚！我们乃是继续的同心合意来祷告。天父，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怜悯慈爱的神，你爱世人的心，在疫情期间为年长者免疫力提升，看顾保守他们的起居与饮食。神的话语能进入年长者摸到于心中，让他们更加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让他们生命得到你的喂养，让这些年长者也再有生命真正的盼望和归属，也因为神的救恩而喜乐。外壳虽然天天衰老，里面却天天更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从感恩的心常常诉说你的恩典，荣耀主的名，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让我们一起再来为着基督徒能够被兴起成为那守望者来祷告。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4章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让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能够一起守望来迎接神的复兴来祷告，也为着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借着祷告来去败坏撒旦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情，在社会上，在任何的地方所设下的轨迹，兴起教会里面有更多愿意代祷的勇士，让我们能够成为那谦卑顺服神的权柄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可以成为那代祷的勇士。主，我们知道代祷告的力量是大的，祷告的能力是强的，祷告的高度是高的。主，我们知道祷告可以为我们带来那无穷的力量，可以打破一切所有的藩篱，可以胜过一切的危险，可以越过一切的困难。因为唯有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得到神你大大的祝福。主，我们求神你来带领我们。
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我们常常被眼前的困难而胆怯了，不敢踏出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为事工奔走，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阿门。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来回应。在你灵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心，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完整起来，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让我们信心的翅膀能够再一次的飞起来，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为弟兄姐妹身心灵来祷告。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要为了在这一些社区来的朋友这4位2位是王汉生跟李春芝是德福据点的那李金叶姐妹她是透过我们的安家银行我们的这食物银行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关心透过我们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迄个去甲弄到咱的兄弟的车啦公安尼怎么出来教会安尼所以有时候被撞也是一种祝福，你知道吗？祝福那我们看到怡婷她是我们雄亲修州她来到带着她的孩子孩子在
我们的儿童牧区哦，那他也在我们的亲子小组当中哦。我们感谢主，让他们感受到什么？好像一个家庭哦。那不管是长者或者是这些年轻的哦，他们都感受到借着弟兄姐妹关怀有神的爱在他们当中哦。OK， 那我们也为了最近也会有喜事连连哦在917哦，我们的罗月跟玉轩这一对要在大溪的威斯汀酒店举行结婚礼拜。隔个礼拜就吴荣恩雅乔他们要在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我们为他们新组成的家庭愿神来赐福。那最新的就是还有10月10号我们的银如干事这个后来居上呀，点点吃3碗公盘了呀，8月还跟我讲说还不一定感谢主了，我就请我们文成长老去做个媒人那一天听说超顺的这样感谢主那特别透过这一些的婚姻我们希望主来赐福让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也能够生养众多那我们也为着这些年长者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我们的肉体渐渐在衰老，但是我们心渐渐与神越来越接近那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特别在面临癌症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还有照顾者我们有为他们来祷告在整个复健，在整个病痛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那特别为着我们的这个师长他中前他在心情的调整那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更能够有健壮的身体也为了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体来祝福，特别为了失去亲人的家人我们最年长的詹碧珠姐妹那蒙主恩召，也感谢主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能够知道神的爱。我们也特别为了庄淑薇传道娘她在8月27号蒙主恩召，愿主来扶持安慰她的遗嘱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也特别我们陆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确诊的当中，求主保守他们的身心灵能够健康很快的有这样的一个阴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愿主来赐福医治大能充满在他们当中，让主的爱来医治他们心，医治他们那受伤的心灵，也求主来捆绑一切这癌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后里面来祝福，特别是让这样受洗的弟兄姐妹，主你如何让他们带领他们从泥沼当中进入到神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的慈爱够用，也让这些年轻人将要组成新的家庭，梦里面来祝福祝福罗月玉轩，祝福荣恩雅乔祝福银武他们将要组成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做梦里面来祝福，让他们经历神的恩典就在他们家中，让他们家庭成为神你同在的祭坛，也奉你们的祝福，奉你们来祝我们弟兄姐妹在软弱的病痛当中，主你来扶持看顾保守让他们脱离这些死亡的权势，也让他们能够逐渐的恢复他们的健康。有奉你们来祝福世上的亲人求你安慰他们失亲的这样的一个哀伤，愿你来赐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垂听我们祷告，你是赐下医治、赐下怜悯的主。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你医治了人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你，也让这些社区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来得着你永恒的救恩。奉主的名来祝福，让他们信心坚固，让他预备自己来进入到神你恩典的家中的时候，主啊，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奉你名来祝福，让即将组成的新的家庭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这让他们在建立你为他们预备的一个新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一个能够邀请主同在的家庭。愿你来赐福，让他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知相守，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祭坛的当中，神你的恩典慈爱赐予他们，也赐予他们的后代。愿你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软弱这病痛的当中，主啊，坚固他们的信心，也让他们能够来寻求你。主，你医治的大能就充满捆绑这些癌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当他们要面对这些的疗程的过程当中，主给他们有足够的体力，能够应付这些的疗程，也能够有真的是看见神你的奇妙作为，施恩赐福在他们当中，让他们能够再次来见证神你的恩典。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在病痛当中需要复健的，主啊，让他们重新得力，重新站立起来，来诉说神你的大能。主，我们也看见这些世上亲人的他们的心灵的哀伤。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让我们为着这些世上亲人的家属来祝福、来祷告，让他们是拥有盼望了。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亲人何去何从。也因为这样，你的话语就坚固他们的心，你的圣灵就安慰他们。我们也为了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疫情的变化当中，有一些目前正在确诊的，奉主的名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很快的脱离这些的病菌，也让他们避免有这样长新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愿你来赐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神的恩典哦。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绝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
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洋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为我们征战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连这个信心也是你所赏赐。感谢赞美你，坚固我们信心，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依然忍耐到底，依然支取神你属天的能力。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所求的能够超越我们所想的。愿你来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彼此来祝福啊！愿神的恩典常与你同在。